比赛，也在大学的时候，连续拿有一个比赛叫邓丽君文教基金会办的，叫新年创作歌曲比赛，创作的，就是第1名是10万，我那时候创作歌曲比赛的比赛很少，然后他们是10万，我觉得是最高的，我拿2届第1名，1届的第2名，跟无数的佳作，然后比到那个董事长就说。 下一个你可以不用比了，因为每次比赛都看到你，然后只要有得奖的，下次不能比赛了，所以我就没办法参加那个比赛。然后从此之后就开始比那种水利局爱护河川比赛，国民健康局爱护原住民健康比赛啊，反正我就参加很多比赛，我只要一出手，真的会在臭屁的，又输过。一直到我当兵的时候都还在得奖，然后当兵快退伍的时候，认识了图腾乐团的团长，就是阿星，台湾组的新远的嘎鲁啊，他很欣赏我的才华，他告诉我说他想要跟我组团，可是我不会我说我不会其他乐器，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很怕爵士鼓跟贝斯、电吉他，我不知道一般的。 我妈妈听到这些乐器，我妈妈也吓一跳，她觉得我要去学坏，跟人家学坏的坏孩子。因为我觉得那乐器从小就有刻板印象，是很恐怖的，就是电吉他好像爵士鼓都是那种。所以我没有组过乐团，我不晓得。她说她帮忙找，找，那手机电话号码里面大部分也都是原住民，所以组了一个乐团叫图腾，你知道吗？就图腾乐团，就那时候退伍的时候，快退伍的时候组起来。哇，那时候很开心，因为。 一开始认识不一样的朋友，就是只有我一个阿美族的，然后另外团长是台湾族的阿星，然后鼓手是卑南族资本的阿胜，然后贝斯手是我们唯一的平地人保障名额，来自南投921受灾户的阿威，我们就组起来了。可是那时候阿星很不满我唱歌不好听，所以他决定再另外找一个主唱叫查马克，所以图腾会有2个主唱，就是因为。 我唱歌不好听，那个时候不好听，那我也原谅他，因为我都是靠比赛的，我不是抛头露脸在唱歌的，就他是组起来这个乐团，那我当然很开心可以为这个乐团写歌。第一次去比那个海洋音乐节的时候，写的就是我在那边唱这首，第一次去比的，那个奖金更高了，20万，但是要除以5的。 可是就是很向往那个大的舞台，第一次比就输了，我这辈子没输过。我终于有心情要为原住民付出的时候，我居然输了。我那时候就打击很大，为什么写原住民的题材会输呢？我不敢相信。从此之后就开始很努力，在写一些跟原住民有关的题材。 然后那时候第3年的时候，我们店里也说我们比3年了，我都不想放弃。第3年，然后写一首歌，我很开心，然后也跟我的团员分享。然后近那年就突然就得海洋音乐节大奖，在2005年，隔一年2000年就发片，这首歌也放在里面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拍成 MV。 觉得很可惜，所以你们有数位相机的可以拍一拍，就剪接成，大家就互相交流，就剪接成 MV 好不好？还不一样的角度，你看。好，这首歌《父亲的话》献给各位。
上一年。